新族群。直接要讲的族，毋是在讲人种和皮肤的色质甲血缘拢无牵连，颠倒是甲人的关系有关系。伫我的记忆内底，上早出现的就是单身贵族。我想查甫查某的拢算在内，因应该是想要家己一个享受自由自在的人生，才无想要嫁出的款。既然讲是贵族，当然大部分人就爱是尻川斗病的好野人。早一阵仔，阁有伫事件顶族，这是为英语的 double income no kids 这句话来的，就是讲一家两人领双薪，无爱生囝，也是摇饲囡仔的人。当然，生活上比较享受，有袂少人对伫实行。咱台湾少子化，毋知和这有关系无？另外，阁有一款草毋族，这群人一般拢是青少年，因为咱台湾少子化的关系，戴口罩的囡仔，大家都拢是汤生员，毋甘互伊艰苦着，所以囡仔就甲草毋差不多，较袂堪折有压力。刷落来，嘛有一款叫做米虫族，华语讲做靠霸族，咱厝谐音叫做靠北族，嘛有人讲是啃老族 （neat 族）。大部分就是要食毋讨趁，无法度也是无想要靠家己生活的族群。上新的一族就是鸭头族，华语讲做低头族。便若踮伫车内、路里、便利商店、餐厅，因拢是不时头一手摕一支3C 的产品，另外一手踮面顶愈来愈来。这个族群的人愈来愈侪，对小学生起到中年人半老老的拢有。根据专家的研究，这个新族群的人目睭会较紧老化，嘛比一般人加正高发性低。以上这个新族群有的渐渐会退时行，嘛不时有新族群在出现。有一天，新族群无定着是这家会讲袂尽哦。作者陈宪国。